请遐这大家平安。咱开始咱的敬拜，咱先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主。咱来吟一世人对你行，咱一世人要对主来行人生的道路。耶和华，我要敬拜你。耶和华，我要阿罗你。你是我的主，安慰搁看顾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求你出声叫我的名，黑暗中开路，风影免惊，真是人对你行，人生的路有风高有雨，一步一步对做脚步，你是大官人的主，是去保护，引带我人生路途。耶和华，我要敬拜你。耶和华，我要阿罗你。你是我的主，安慰搁看顾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求你出声叫我的名，黑暗中开路，风影免惊，真是人对你行，人生的路有风高有雨，一步一步对做脚步，你是大官人的主，是去保护，引带我一生路途，人生的路，人生的路有风高有雨，一步一步对做脚步，你是大官人的主，是去保护，引带我一生路途。咱真福气，会当真侪上帝的囝儿查某囝，伫咱人生的路途，毋管咱拄着啥物款的境遇，因为咱是上帝的宝贝，所以上帝的确会引带、会保护、会顾守咱头前的道路。咱在伫遮，咱来宣告，祝阮一世人要对你行。耶和华，我要敬拜你。耶和华，我要阿罗你。你是我的主，安慰搁看顾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求你出声叫我的名，黑暗中开路，风影免惊，真是人对你行，人生的路有风高有
主的脚步。你是大권能的主，是叫保护，因着我一生路途，人生的路，人生的路有风高有雨，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。你是大권能的主，是叫保护，因着我一生路途。接续，咱来唱《神是爱》，用这首歌，咱来亲近咱的主。神是爱，打开你的心，高声扬。神是爱，将爱传到各地方。他创造天空和那深海洋，他创造飞鸟和那众生灵。他造一切为你和我，因神是爱，神是爱。空气中我能体会，恩典中我能体会，随处我都能体会，从最深的海洋到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。再一次，神是爱，打开你的心，高声扬。神是爱，将爱传向各地方。他创造天空和那深海洋，他创造飞鸟和那众生灵，他造一切为你和我，因神是爱，神是爱。空气中我能体会，恩典中我能体会，随处我都能体会，从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，神是爱。空气中我能体会，恩典中我能体会，随处我都能体会，从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。上帝的疼是真实的，上帝的疼嘛是真理啊！只要咱相信，咱常常亲近伊，咱就会发觉上帝是真正是疼咱。上帝的恩典伫咱的身躯边，有时咱会累积，有时咱会无去领受到。总是咱若是常常相信上帝，就是疼。是疼咱的阿爸天父，所以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况，因为咱有这个相信，所以无论一花一草、一物一事，咱拢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。所以兄弟，咱都是爱相信上帝就是疼，大大的疼伫咱的一生中间。咱过来用这首神是爱来亲近我们的神，来对我们的神撒娇啊！
我爱你，上帝。真是爱，打开你的心，高声扬。真是爱，将它告诉各地方。他创造天空和那深海洋，他创造飞鸟和那众生灵，他创造一切，你和我因神是爱，真是爱。空气中我能体会，恩典中我能体会，随处我都能体会，从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，神是爱。空气中我能体会，恩典中我能体会，随处我都能体会，从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。阿门，神是爱。阿门。阿门。那接下来念越久越甘甜。静静地思想这一生，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是奇妙的恩典，领导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。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失恋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口越久越觉甘甜。听这，咱对年初到年尾，这首歌真适合咱做真好的反省，甲愿望。不论咱的情况是安怎，总是上帝拣选咱，上帝听咱。所以只要咱的信心有坚定，伫困难中嘛有稳定。这首歌伫每一个阶段，对我来讲，我拢有一个真好的阶段的反省。我拢想，我哪会遐幸福，我会使信主。伫一生中有真多奇妙的稳定，有帮赞，虽然有艰苦，有落落，总是一生的回顾，就是感觉我怎么那么幸运，我信了上帝。感谢主。我想在年尾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有一样可以对神说：“我跟随你，我越来越甘甜。”我们一直再来唱，越久越甘甜。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次奇妙的恩典，领导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
现在眼前。我虽不能逃走，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试炼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我虽然不能靠主就能，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试炼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2020的保守与看顾，我们用这首感谢神来赞美主。感谢神是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住在我旁，感谢神是温暖春天，感谢神凄凉秋季，感谢神不看我眼泪，使我安宁。感谢神祷告蒙应允，感谢神问梦垂听，感谢神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使我苦与乐，再见我中的安慰，感谢神是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，感谢神是如喷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，感谢神使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使喜乐有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使明天盼望，感谢神直到永远。主爱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对日出到日落，对春天到冬休，拢有主你一路的固守。我领受主你丰盛恩典的祝福，主阮伫遮献上感谢，也将一切恩典归伫主你。主检查伫过去的一年，是阮真辛苦的一年，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会当互阮亲自来经历主你奇妙的作为。主你是创造宇宙的大权能，检查伫人无法度，但是伫主你的手内无学得成的事。我们感谢你，2020年对阮的固守，特别你固守疼惜这个土地，你所赏赐予阮的父母撒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也互阮得一处来到主你的恩典的面前，互阮存敬畏、谦卑、顺服的心，来献上阮的感谢，也来跟对主你来行阮头前的道路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再来用
感谢神，来表达我们对神一生一世的感谢。感谢神是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一杯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住在我旁，感谢神是温暖春天，感谢神凄凉救济，感谢神不看我眼泪，感谢神使我安宁，感谢神祷告梦应允，感谢神为梦垂听，感谢神我曾经火爆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使我苦与乐，再见我中的安慰，感谢神是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，感谢神是路旁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，感谢神是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是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是明天盼望，感谢神直到永远。难断的信心，感谢主，迈向2021。阿门。
你的路，毋通家己看做智慧，着敬畏耶和华，离开歹事，这会互你的身体勇健，润泽你的筋骨。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31首，咱着感谢主耶稣做咱拯救招伴，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，呵乐无煞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信神投胎，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伯来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28篇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，即款的财目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
我若天开清早的室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袂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，就黑暗也袂当压砍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离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咱搁来吟圣诗383首。主有恩典大慈悲，互阮安然过一年。阮当感谢用诚心，求主耶稣听阮吟，请咱坐吟全首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年的阿爸爸，阁是一年年终的时阵，你的正囝女自职敬拜，为着要纪念2000多年前，你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降临伫即世界。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伊为阮而生，踮伫阮中间，并且带来了你丰盛的恩典甲真理。亲爱的主，阮拢是受祝福的囝儿，对因年第一天到煞尾一天，拢受你保守甲看顾。多谢你以恩典作为年岁的冠冕，阮所行的路上，你也拢有备丰盛的供应。求你教示阮安怎算数家己的日子，好叫阮得到智慧的心。主啊，新的一年，阮要搁较济、搁较认真来读圣经、来祈祷，互阮伫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更新甲改变，真正学习过敬虔的生活，有敬虔的态度甲生命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
上帝有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有你的名愿。上帝有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赐愿平安。赞美，请圣乐队。上
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以赛亚书58章11到14节。耶和华也要常常引带你，伫旷旱的地，互你心满意足，骨头臃肿。你要亲像灌压的园，佮亲像流袂干的水泉。遐会对你出的人，要起造久久已经荒废的所在。你要建立历代毁坏的地基。你要清做布破起来的，佮甲修理路，互人徛起。你若对安息日禁止你的骹，伫我的圣日无做家己所欢喜的，称安息日做通欢喜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做通尊重的，也搁尊敬伊，无办家己的私事，无趁家己的私意，无讲私己话，你就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。我要互你上甲地上悬的所在，搁用你的祖雅各的产业养饲你。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。搁来看一位圣经，路加福音第8章18节。所以恁着谨慎怎样来听，因为见若有诶，要互伊；无诶，连伊家己掠做有诶，也袂甲伊抢去。讲道中心对心开始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阮恳求上帝，你听阮的恳求。伫阮的恳求中间有感谢，为着今年中间所经过的年日，为着你所享受的平安，为着你的陪伴，阮感谢你。为着新的一年要开始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甲阮洗清去，互阮亲像要过新春，阮拢会大摒扫。主清去阮的心，互阮用清气的心来承受上帝你伫新的年所加添阮的幸福。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神，搁一摆将你的应允的话讲互阮听，因为阮有时听无清楚，有时阮无永远了解，有时因为有侪世间的搅扰甲颠簸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甲你做你同行，伫一生的中间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中。愿你的圣神中读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帮助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也这祝福，咱大家伫新的一年，上帝祝福恁有好年。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拢甲应允祝福有关系。牧师真爱即句话，牧师送互咱，也邀请恁用安尼祈祷讲：上帝，我要用你做我一生的幸福。汉字的圣经安尼翻译讲：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上帝求你伫新的一年，将你的祝福赏赐互我。即礼拜有一个熟悉的当信的兄弟姊妹，伊毋是咱的教会兄弟的姊妹兄弟，伊敲电话讲牧师，敢会当甲我的查某囝祈祷？我讲好啊，我真欢喜。我讲来电话中祈祷，伊讲无爱，牧师，我一定要来教会祈祷。我讲你毋免来啦，遐远。伊讲这足重要，我一定要来教会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？你伫上帝面前祈祷，上帝真足听你的祈祷吗？兄弟姊妹，
愿咱伫你的上帝面前用今仔日的圣经做咱的祈祷，因为这句话是上帝所讲的。以赛亚特别强调哦，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你要因为天顶的上帝，你的一生要充满喜乐，你要充满幸福。所以啊，这新的一年，上帝祝福你。我相信上帝爱我伫恁的面前讲较侪祝福的话。我嘛相信上帝要通过咱当心的祈祷，上帝要祝福恁。就亲像迄个卡无，伊的查某囝伫伊生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计划，所以伊无爱伫电话中讲，伊嘛无爱伫电话中祈祷。伊讲牧师，我要来到礼拜堂，毋是伊无相信，伫伊的心内有上帝，是因为伊真心中重要的事，爱用心中的心来追求。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所共读的这段圣经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大家教会，我相信今仔日拢咧做重新开始的礼拜，因为大家人拢知影，搁来就是新的一年要开始。大家拢嘛知影讲，我会重新调整脚步。古早咱的手挂迄个老时表啊，常常会无准时，所以咱爱常常安那，因为迄机械式的手表吼，伊爱常常用人工去做调整。即摆你用的手机啊，甲你的时表啊，拢毋免，为什么？因为迄拢有 GPS， 就是讲伊迄个卫星的定位，通过迄个空中的即个自动的调整，咱的时间就会自动的归零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爱常常做更新。有时是上帝咧甲咱更新，咱无感觉，就亲像迄个 GPS 常常，你手机啊摕起来永远是正确的时间。你的手机啊，若去到国外，伊自动就调整迄个国外的当地的时间，哇，遮尔神奇！是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嘛需要常常调整。今仔日咱的周报内底有夹一个，这2礼拜的牧师的讲道拢甲更新有关系，毋是牧师学更新，我毋是甲恁讲我频段看更新，毋是。因为迄个时间点，就是咧甲咱讲起，这个时间点真重要。顶礼拜嘛咧讲起，圣诞节就是一个愿望的记号。这礼拜伊嘛咧甲咱讲起，一个新的年要开始，爱对心来开始。人的态度若正确，你的将来道路就健康。愿天父上帝祝福。用礼拜最开始是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态度。就亲像我拄则甲咱分享，迄个兄弟带伊的查某囝，要求牧师带因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用咱的心，这个心比你的查某囝、比你的囝儿更较重要。将你的心交伫上帝手中。上帝为安尼讲，你就爱敬重、尊敬、看重，因为上帝的礼拜日、上帝的主日是圣洁的，是重要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要开始，咱的教会拢有跨年的祷告会，我嘛要搁甲咱邀请，你若愿意，对今仔日这段圣经开始读，然后敢会当伫拜四的永暗，咱做伙来教会，为着新的一年来祈祷。但是你爱穿好少哦，吼！听讲今年的跨年祷告会要降到5度到7度，哦！你若惊寒，甲你的面罩披扎来，我砍头砍面，毋是安尼啦，吼！咱做伙来到教会，咱伫上帝的面前看重，做一年，我要伫你的面前感恩。2020年，感谢你的保守，回顾咱伫一年中间，咱的生活的态度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我真期待恁会当成做真正的基督徒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我真期待恁成做真正的基督徒。
我愈来愈感觉讲，我会当佮甲恁做伙做礼拜时间，可能会渐渐少，因为总有一日伊会退休。我毋是甲恁恐吓，嘛毋是甲恁情绪勒索，绝对毋是迄个意思。但是我真正期待，恁享受伫上帝所赏赐咱，即个诚侪上帝宝贝囝儿查某囝，迄种的稳定甲快乐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我真期待恁，诚侪真正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拢诚侪一个期待。过去的一年，将来新年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，互咱年年成长，互咱的生命有上帝的美妙，上帝的水，上帝的阳光。愿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咱，因为既然圣经的祝福的话，拢是上帝亲嘴讲的。今仔圣经无论是以赛亚58章，无论是路加第8章，这两段的圣经拢有讲恁来斟酌听，因为这是上帝所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以赛亚58章，以赛亚讲，今仔日我甲恁分享的，今仔日我讲互恁的，听上帝的话，这毋是我的话，这是上帝爱我对恁讲的话。耶稣嘛甲伊身边学生讲，路加第8章18节，伊讲：恁应该细字听，你们应该小心怎样听。国语的圣经讲：小心怎样听，足奇怪的翻译法。听就听，该怎样听？小心听，意思就是讲谨慎来听。怎样的意思就是，这个话内底的美感，迄个字，迄个怎样的意思就是讲，伫迄个话内底伊真正的意思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敬虔的人就听有上帝的声。咱若凊彩听，咱就有当时会忽略掉上帝应允甲祝福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圣经安尼讲，恁要因为上帝来得到幸福，恁的囝儿孙要徛伫社会悬的地位，毋是啦。伊讲恁要徛伫即个地上的悬山，好亲像咧甲咱讲伊的社会地位悬，伊要徛伫人的中间，互人看起注目的所在。这咱拢爱。咱拢咱的囡仔将来做状元，当然今仔日无状元这个制度啊。但古早人咧讲状元的意思，是出头天、高读册，将来做大官，伫社会有地位。今仔圣经讲，你若因为敬畏耶和华，听伊的话，守伊的安息日，你的上帝要互你的囝儿孙，得到你的祖先所享受的产业，阁有。伊要徛伫一个地上中间的悬的所在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，你的囡仔将来伊的心要用天顶的事，天顶的事做伊心中的价值观念。所以兄弟姊妹毋通误会讲，上帝听咱的祈祷，要互你的囡仔将来做大官，徛伫社会地位极悬的所在，安尼尔毋是。是要开你的囡仔的心，开咱的囡仔的眼光，互伊知影讲，伫即个世间遮尔重要的代志以外，阁有比即个世间更较悬，迄个创造宇宙的上帝，是超过咱做父母无法度想象，无法度理解，是超过咱做牧师、做长老、做父母的，无法度互咱的囡仔迄个生命的悬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耶稣咧讲路加福音第8章，今仔日牧师只有读一句，请师父读一句，意思这句话会重要，恁都爱谨慎细字听，因为有话要搁加添予伊，无话咧要收回。上帝圣经捌互咱
有伊的应允甲宝贝。但是若无注重凊凊彩彩的人，上帝要将伊收回。所以牧师伫今仔日咧攻读即个圣经，咧准备甲咱分享的内心话的事。这段话伊咧讲就是恩上加恩的意思。有话要搁互恁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伫新的一年，是恩上加恩的人生，是力上加力的人生。这是一个真通俗伫教会常常互相祝福的话。但是你若感觉这个话会真正变做真正的，这个祝福就真做你头前的愿望，实实在在要临到伫咱的人生。愿天父上帝将多加的人生恩上加恩、力上加力的祝福，赏赐互恁的家庭。换一句话讲，你的后代要比你这代更加好，因为你已经有啊。但上帝要互你的有，诚做你的囡仔有；你的丰富，诚做你的囡仔丰富；你的敬畏上帝，诚做你的囡仔敬畏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伫还未礼拜之前，牧师就将圣经节甲题目信息放伫咱的主群。牧师的心意是盼望恁准备心，伸出恁的双手伫祈祷的中间。牧师尽量若做会到，拢会提早将经文题目甲即礼拜的祈祷，提早伫咱的主群传互咱大家，盼望对恁有帮助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咱伫伊的面前伸出双手讲：主，我需要，主求你将生命稳定赏赐互我。对少年到年老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主你为我备办。上帝你的稳定，的确教育我用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同齐有3个祈祷。伫今仔日礼拜了后，牧师会阁将即个讲道阁放伫咱的内主群，互咱做复习。因为牧师一礼拜只会当用40分钟的时间，甲恁分享上帝的话。但是牧师盼望恁来做礼拜之前，恁就会当先准备心。做礼拜了后，恁会当阁定心去想，伫你礼拜中间所得到的感动。规礼拜拢互上帝的祝福，甲你三甲伫地。第一个祈祷，愿上帝互咱啉着伊祝福的甘甜的滋味。伫你人生中间，你上爱啉什么？恁拢知影，牧师上爱2项，就是可乐甲咖啡。兄弟姊妹，恁上爱啥？珍珠奶茶。愿天父上帝照恁的心愿，咱甲上帝讲，毋是这啊！我要担着人生甘甜的滋味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伫主的面前斟酌想，新的一年我需要什么？伫今仔日路加福音第8章18节，伊讲有诶甲无诶，互听起来，甲是阮有甲有有。做操作看，有诶，无诶。我毋是讲有甲有有，一个有，一个无，毋是，因拢有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咱期待拥有什么样的生命？愿天父上帝祝福恁成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，成长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生命。是一个享受上帝所赏赐迄个荣耀，上帝所赏赐迄个圣洁，上帝所赏赐迄种测不透的奥秘，无法度用人的言语所解说迄种的幸福的感觉。最后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需要做改变。
调整你的时标啊，调整你的态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得到健康的灵魂。这是今仔日的礼拜经文所予咱3个真要紧的功课。所以第一个功课，牧师要邀请咱伫主的面前，当你单独的时，你泡一杯好的饮料，你烹一杯香香的咖啡，然后你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你会当真自然坐伫你真爽快的碰椅，就是你的客厅。然后安静你家己，甲上帝讲话。上帝，请你来陪我啉咖啡，请你来，伫我的人生中间想事。上帝，你所想事我生命的稳定。愿天父上帝，甲咱三甲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的圣经，你若愿意，应该牧师甲恁鼓励。重新倒去，规篇规章，以赛亚58章，规章拢读。有时咱做礼拜的时阵，牧师为着要互咱会当较注意去看到迄个经文内底重点，所以咱会拢会取其中的一段尔。真正咧读圣经的时，无应该干那斩头斩尾，来应该完整规个咧读上帝话。今日圣经讲了足好，伊讲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若感觉腰饿打扫，就亲像残忍，久无灌压，迄个残会离开，会打扫。上帝讲，我要落好的雨水来灌压你的人生。今仔日是一个祝福的节啦，今仔咱咧做礼拜。伫清早的时落一阵雨，上帝互咱的生命有春雨，春天的雨水，互咱的心灵有圣神所想事，迄个清气的水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是牧师邀请恁做伙读，咱甲上帝讲，感谢你，源源不断的。你永远袂打扫，上帝你要想事我的生命的内底，有迄个用袂尽、用袂了。上帝你所想事，迄个稳定的水泉，也这阿免吗？恁愿意上帝所予你的水泉，是永远啉袂干的吗？你相信，这个上帝有听你祈祷吗？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每一个人，拢亲像迄个兄弟，伊知影，伫重要的时刻，伫重要的代志，这样代志已经毋是我的查某囝的能力啊！伊查某囝真优秀呢，是园林的检察官呢，高读册少年，但是伊知影，有一项代志毋是伊。努力就会当得到，所以更加知影，伊应该追求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你我咱拢有人生的尽头，愿咱伫上帝手中，咱看见愿望；愿咱伫上帝手中，咱得到扶持甲帮助。也愿上帝听咱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。就亲像一口水泉。有一本册叫做《深井效应》，今仔日我毋是要讲迄个内容，伊咧讲起人的生命就亲像一口井，伊出世的时，伊的父母就爱顾一口生命的水泉，所以迄个水泉中间有伊家庭的年纪中间所拄到的经验。伊咧讲起人的潜意识内底有一寡经验，所以这个水泉有时水会出问题，后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、精神的健康状态，圣经嘛是安尼讲。咱的生命的内底，上帝享受圣神伫内底，
迄是一个活水泉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将我生命内底一口水井，恳求主你甲我清气，互我伫你的帮助的中间，这口井的水无互人污染，这口井伊下骹若烂土伤济，主我要甲伊污清气。日本有一个节目，日本台有一个节目，就是因会去无共款的社区，因的几十年的即个水井，毋是水井，就是因的迄个水池啊，因的重新甲伊水漏掉，甲伊清清气。因为社区会讲，阮即口即个水池啊内底来了一些怪物，伊会食会食阮的原生种的鱼啊，所以有一个电台因制作即个节目，就是将即个水池的水拢甲漏掉，请日本上出名的迄个生态专家来鉴定，伫即个所在有啥物物件走入来。即个故事，即个节目我足爱看，足趣味。但即个节目互咱有一个反省，就是伫咱的生命内底即个水池。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即个水井，那因为久长的年日，咱伫即个世间的生活世俗化，有可能即个水池啊的内底就有外来种的侵入。我故事讲到遮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心思意念是外来种，咱的水池内底有一寡物件。有可能是有毒的，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要好好小心，定心伫上帝面前，亲像即个节目讲，把迄垃圾水给抽掉。活水泉毋免沉淀，死水的水池，若要啉水，一定要沉淀，对无？死水才需要沉淀呐。若是一个活水泉，伊的水是永远拢清气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斟酌去看你家己，去面对你家己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主啊，伫我的思想中间，这个水泉是毋是互人等迄个无清气的物件伫我的内底？求天父上帝赏赐恁，包括我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，这毋是我有能力通得到的。就亲像迄个爸爸讲，牧师，这毋是我的查某囝有能力通得到的。阮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有一个用之不尽、取之不竭。上帝祝福甲稳定，主帮助咱。今日圣经即句话足好，你免惊，嘛爱安尼祈祷。你若用上帝做你心中的欢喜，敬畏伊，耶和华恁的上帝就要互恁的囡仔乘驾地的高处。这真正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徛伫社会中间真侪有影响力的地位的人，咱毋免自卑感，毋免甲上帝讲我毋敢安尼祈祷，毋免。咱来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为着我的囡仔祈祷，愿主你互我的囡仔徛伫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地位，但是毋是为着伊家己，是为着上帝。这种的祈祷，上帝欢喜。上帝，我爱我的囡仔伫这个社会真有影响力的人，伊互人看有。但是毋是为了家己，是要互人看见是上帝的祝福，阮即个草地囡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今仔这段圣经的话，最后要结束的是，以赛亚讲，这是上帝亲嘴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邀请恁的祈祷，要有期待，要有祈祷。圣经讲常常祈祷，迄个祈祷的态度就是期待。
咱都爱常常欢喜，常常喜乐，常常祈祷。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你期待什么？有的囡仔摕到圣诞礼物，足欢喜；但是有的囡仔摕到圣诞礼物拍开了，这也没什么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有什么？你期待有什么？咱伫主的面前，甲圣神同在，恳求上帝圣神带你祈祷，看到你的需要，看到你的将来。上帝爱保罗甲伊的兄弟姊妹分享，所以保罗感觉，我虽然伫我兄弟姊妹中间，我是个信主上慢的，因为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伊拢真早就对耶稣。但是保罗是对无着耶稣的学生，伊阁误会耶稣，糟蹋基督徒，所以保罗一生有一个足大的见识甲遗憾，所以伊感觉伊伫门徒的中间，伊其实上界不配、两光的，是一个做毋着代志的浪子。所以保罗讲：我原本是种这个学生门徒的中间，我是尾仔的，但是。保罗讲一句足宝贝的话，伊讲耶稣爱我分享，他叫我把耶稣基督测不透丰盛的恩典传给你们。兄弟姊妹，注意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是目睭看无，耳孔听无，想象袂到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通过你内心敬虔的确保，上帝的圣神，互你看到，伊伫明年2021年，伫到你一生的路尾，甲你陪伴，迄种尊贵的画面。主对你讲话，上帝嘛爱以赛亚甲伊的兄弟姊妹讲话，所以牧师有邀请恁讲，就去重新甲以赛亚58章。对第一节读起，因为第一节足清楚，以赛亚听到天使的声，甲伊讲：你爱大声讲，互我的百姓听。你爱大声讲，互我的百姓听。讲什么种的信息？就是拆毁与重建。教会毋是干那讲讨人喜欢的话语尔。礼拜中间，牧师毋是干那讲，你听了会顺心的话安尼尔，毋是。你我咱做主席，伫即个所在，咱是要听对咱生命有造就、有警醒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耶稣讲：恁着爱细字听。恁都爱细字听，兄弟姊妹，听你内心的声，听你第六感，上帝所想事，迄个感动。伊讲凡有的，要加给他。阁有做头前的，将来要做落尾。较早入来教会的人，无一定较早到天堂。嘛无一定入天堂，兄弟姊妹，细字听，免得上帝收回，上帝收回，收回咱伫地上的时间。伊讲你伫地上若无要做工，较早倒来。上帝收回伊的文书，愿咱伫主的面前警醒谨慎。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这是和本汉字的圣经直接的翻译。但是伊真正意思是讲，恁爱谨慎听，听什么？听上帝的话，因为今仔日这段圣经，伊最要紧的故事就是耶稣咧讲的撒种的比喻，也经济的譬如。所以真足听的人，伊的心田就结出
水的农作物，然后健康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凊凊彩彩心硬无愿意听的人，这粒种子就死去伫伊心中的心硬甲拒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这礼拜重点毋是听牧师的话，这礼拜重点是听上帝的话。所以牧师最重要的责任，是互上帝的话真正互人听见，毋是讲家己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兄弟姊妹，恁常常听到欢喜的声，常常听到鼓励的声，常常听到应允的声。上帝将伊的信息、阻碍赏赐互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无人会当替你回答这个问题。你爱伫新的一年有啥物？愿天父上帝，互你听到圣经甲你讲，今年的年底，我要互你的明年是一个测不透的奇妙。我就甲上帝讲阿们。愿天父上帝赏赐这阵的少年囡仔。恁长大人了后，上帝要互恁的人生是一个恁伫细汉的时阵想无的奇妙。这是牧师为恁祈祷，也是恁的爸爸妈妈为恁祈祷。上帝祝福咱的囡仔，上帝嘛祝福恁，甲恁的囡仔拢同款，享受主耶稣所带来那测不透的奇妙。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这种的滋味，伫今仔日开始，你敢真正担着主稳定的滋味？咱甲主讲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一生担着主你丰盛稳定的滋味。主祝福咱每一个人，这是上帝的话，细字听，这是上帝的话。细字听，上帝讲，我要互你幸福的人生，我要互你伫社会中间有地位，我要互你的生命真做有影响力。但是最重要是讲什么？最重要就是因为要看见上帝的话，你就明白上帝的事。所以耶稣讲：“我岂不应该以父的事为念？”耶稣12岁都会晓你甲伊的妈妈玛利亚讲。我住伫礼拜堂中间，你咧烦恼什么？我住伫礼拜中间，你咧烦恼什么？我敢无应该先求上帝的话吗？我若读有上帝的话，我就更较会晓读英语啦。有时咱拢想讲先读英语，但是真正咱的囡仔所需要的。就是若有上帝话了后，伊的智慧就开。这就是耶稣所讲，有的要再加给他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。最后，牧师要邀请恁为着恁的灵魂，为着你的心灵状态的健康，你的情绪，为着你的思想。因为圣经效应本册咧讲起，有个人细汉成长的过程有拄着创伤。就亲像迄口水泉顶悬，互人有弹落无应该有的垃圾的物件。咱的生命中间需要将迄个苦毒、将迄个伤害、将迄个错误的想法，来求主耶稣甲咱医治。这叫做拆毁与重建，这嘛叫做清好清气。天父上帝帮咱。现代真侪人的心灵其实无快乐。我无要过头丑化今仔日个时代人的苦楚，无需要。真侪这个时代有真侪人困袂去，需要安眠药。这个时代有真侪人精神上容易受气，
这个时代真侪人情绪无法度稳定，有时真嗨走，有时真低潮，叫做忧郁。兄弟姊妹，咱敢干那要一世人活靠药啊尔？除了药啊以外，敢无其他方法吗？也这你想咧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恩望。所听下这新的一年，咱做伙心同心，互相做伴，较侪鼓励，较侪接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新的开始，伫主的面前，亲像以赛亚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恁做父母的人，爱伫恁的家庭建立地基；恁做父母的人，爱伫恁的囝儿的面前开路，重建咱历代祖先所留落来上帝的话。伫咱的世俗化的家庭思想的中间，做补破网的人，为着咱的囡仔铺出一条正直的道路。也这间教会是咱共同的，咱同心来建立一间有上帝的话、受尊重的教会。主听咱的祈祷。互咱伫今仔日，咱要亲像以色列人，以赛亚第58章14节讲，上帝就要互你用你的祖先雅各的产业来养饲你的后代。上帝就要互咱用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以及圣经的话来养饲咱的囡仔，到代代无尽。主就互咱今仔日做伙礼拜。上帝互咱伫新的一年有所期待，互咱的祈祷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话语顶悬，愿学习得到医治，得到造就。感谢你。阮伫新的一年，阮要将遐绝望、将遐忧伤放落去，因为主耶稣你有甲阮讲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，不配进天国。主求你帮助阮，斩断所有的颠绊，主你互阮享受做你的囝儿迄种的幸福。阮相信你听阮祈祷，无有一个人例外。感谢你，阮要唱哈利路亚来进入2021年，学到你的圣尊名，到永远无尽。阿们。咱做伙来吟圣诗367首。是阮的主，永远听，亲像活水长流。你是光明灿烂的主，那早起的日头，世间暝黑云雾为我，求你一阵拍散，心内黑暗前途无明，愿主真光引带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Zaki
请坐，咱即时来准备奉献。咱做伙起立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，平安礼请郑牧师。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，上帝祝福你新的一年恩典满满。咱来吟这条诗歌，咱做咱的祈祷的回应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在咱一生中，在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脱离黑暗关系，脱离真日甜蜜孤独。哦，耶稣听你话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门。咱来请生日的兄弟来头前，咱做伙为着恁的生日甲新的一年来祈祷。今仔日有真侪生日的人吼。咱来为着咱生
恳求主你用你圣神以及你的油来满因的头壳，互因生命的油成做稳定的记号。愿今日上帝互伊新的一年365日，甲上帝你的圣神同行，主用你的稳定，用你的真光引带，互因行伫即个世代成做真光的记号。至上天父上帝，我为着所有生日的我的兄弟姊妹来感谢你，主互因过伫一个平安的年，伫新的一年开始，主求你赏赐，因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上帝你常用足足圣神同在的权柄，主你我发因甲因同在，互因成做一个好的生命的管家，互人看见上帝你的阳光踮伫因的内底。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对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汀州聚会，请咱较入看。本州聚会，礼拜三暗时8点，伫礼拜堂。礼拜五的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课伫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。圣工服侍，后礼拜四会林安乐执事领诗圣经班，苏琴陈慧安姊妹，书宪廖美娥执事甲我本人，交代第一组。爱餐暂停，新眼光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较入看。具体交通第一，12月31日暗时9点有跨年祈祷会，欢迎参加。齐心为旧的一年献上感恩，为新的一年祈祷。第二，后礼拜将要举行长老按立甲上任，执事甲干部上任，请中级干部备办心领受圣职。第三，要预防疫情的扩散，做好自我保护，配合防疫政策。咱参加礼拜甲聚会，请挂喙安。第四，生日敬亲生育，张玛丽、张真燕、肖敏玉、黄惠美、李丽香、林玉长、李云如、庄汉斌、詹明德、詹文玲、曹志兴、严明启、钟慧敏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然后出入才过价反映。大岛事项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为中华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；第三，为身体欠安单数、张婷、詹青金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比、吴彩云、洪玉芝、庄仁巨、洪长远、刘克龙、洪在根、洪詹树莲、庄彦全。第四，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祈祷；第五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；第六，为姊妹教会大岛妇人聚集德克达雅。这是咱来吟上映的诗歌512首。兄这咱拜三的祈祷会改伫拜四吼，咱因为跨年祷告会真接近，所以咱拜三都无祈祷会，咱用拜四做跨年祷告会做会吼。咱这时做伙起立来吟上映的诗歌512首，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。我好听来。
到万世代。阿门。咱同心祈祷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同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